個世間你喺度那生啊心中的知道冇偏錢冇偏安，要痛苦安叫安到受理。嗱，但係我講呢啲呢個福音啦，即係呢個約翰10:17อันยัง講到，七嚟就係偷กับ殺กับ滅即係滅亡，佢偷即係乜嘅นะ，殺即係乜嘅นะ，병係即係乜嘅滅亡นะ，就係滅即係平安快樂，即係嘅喜樂，佢偷走滅即係滅亡，滅即係冇辦法，滅即係少少到冇辦法，叫佢冇辦法。耶穌講，但係我嚟為了本每責任得到富翁嘅快樂，富翁嘅平安，富翁嘅健康。嗱，所以即係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到呢一個約翰福音11節樣經講到，耶穌講我都係好嘅牧者，牧者本嘅嘅生命，本嘅嘅養啊。意思嚟講咪，耶穌咁嚟到世間嘅嘅生命咁40架。3日人係嘅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這個人類得救了佢本質嘅富翁嘅平安快樂得勝。嗱，所以呢一個經節講，佢嚟本質嘅富翁，佢嚟唔係偷自家嘅平安，佢嚟唔係偷自家嘅喜樂，佢嚟唔係偷自家嘅甜嘅心，這個心中呢得到要平安快樂。阿門。